前呢，其實一定係徵詢咗好多不同嘅，尤其是前線老師嘅意見，大家攞晒共識啦，甚至教育局啊或者相關嘅大學已經準備好晒啲教材喺手啦，有好充足嘅資源呢，先至去落實推行個課程。呢個係一個常態嚟嘅。但係當我哋見到今日呢個國民教育科嘅課程係非常態嘅，冇共識、冇教材，出咗個課程之後先至話慢慢出教材。咁我想問啦，呢個唔係一個政治任務，咁係乜嘢呢？同以往一路推行開嘅課程嘅推展方法根本係完全兩回事嘅。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清晰嘅見到嘅結果。好，台下有伯伯想講嘢，伯伯。我哋想問下你哋3位，阿黃學學，你係有老豆老母教㗎啦嘛？點解你唔要中國文化教育，唔要國民教育啫？你唔好害我哋啲村啊，我啲室啊嚇！大佬，我喺香港71年，我見盡幾多嘢啊！你啲好話唔聽，成日都係為咗陳日君，俾到好多着數你哋。好，個問題咧就係問阿黃之鋒點解身為中國人唔想學中國嘅文化？好。你話俾我聽啦，你家10零歲你，我喺香港71年，見啊！你所以你咧，好，不如俾佢答啦好嘛，伯伯。可唔可以俾佢答問題啊？唔該。你俾佢答啦好嘛，伯伯。好，黃之鋒答。咁多謝你啊，伯伯。我見到伯伯都分享咗好多啦。咁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就係話伯伯問緊啲嘅問題啲咩？咁但係其實我相信嘅就話，我從來覺得我哋係要了解中國文化。但我想睇一點嘅就係話，我相信在場嘅人士係反對洗腦嘅。咁但係當中聯辦嘅官員話國民教育科洗腦係一個慣例嘅時候，我點解仲要支持國民教育？當中聯辦嘅官員郝鐵川親自承認國民教育科洗腦係一個慣例嘅時候，咁我反對洗腦嘅時候，我當然要反對國民教育科嘅推行啦。唔通各位維園阿伯唔同意中聯辦官員所講嘅嘢咩？好，仲有一位伯伯。大家好，我係姓文嘅。從呢兩三個月嚟睇到咧，肯定梵蒂岡通過陳日君組織所有教會個力量，一個進行國際陰謀性嘅所謂國民教育呢個詳盡嘅教育。實際上佢所謂洗腦咧，佢哋的而且確咧，真係進行緊的而100%嘅洗腦教育啊！點解而家政府冇話唔俾你哋傾啊嘛？冇話唔俾你改啊嘛？點解你哋唔加入？佢冇話俾改。唔加入又話阿支阿佐，咁你哋又話自認自己返過內地睇過。你認為個國民教育講嘅現象嗰啲嘢啱唔啱？現象啲嘢啊，你唔好揾劉曉良出嚟講，冇劉曉波出嚟講，嗰啲嘢我哋國家認為咧，劉曉波都係現象嚟嘅。佢哋行為有問題嘅啊，你唔好揾啲咁嘅問嚟講。國家而家係咪養緊10億人、13億人？好，俾老師答好嘛？咁啊，佢叫你唔好揾劉曉波出嚟講喎。兩位邊位有興趣答？我諗我哋去教育學生嘅時候咧，我哋希望學生能夠有。伯伯我哋希望學生都講咗好耐啦，台上有台上講，台下有台下講。點解你哋講嘢嘅時候，人哋俾你講，人哋講嘢嘅時候，你唔俾人講啦？控制下情緒好嘛？蔡老師，學生要有一個獨立思考啦，亦都能夠咧係尊重咧唔同嘅意見啦，能夠有批判嘅精神啦，但係咧要有事實作為依據。我哋希望咧，我哋嘅教育，包括我哋嘅國民教育，都能夠培養咧係上述具有不同能力嘅，以及咧係有一種咧係現代公民意識嘅一種國民。咁呢個係我哋嘅期望。好，阿張輝想唔想回答？我諗都係嗰句啦。我哋依家中國嘅國情其實有好多方面嘅。固然我哋見到中國有好多成就，但係事實上中國亦都有好多弱勢嘅人民，農村。有幾多農民工要入嚟城市打工？我哋又見到咁多嘅維權人士，正如頭先所講，有啲嘅異見人士，佢哋被國家嘅壓迫，我哋都要話俾我哋嘅同學知道點解啊？背後嗰個諗法就係話，如果我哋想中國進步，我哋正正就係要見到中國嘅問題，然後啲同學知道呢啲問題喺邊度，佢哋識得分析，然後先至可以為國家盡一分力。如果我哋所見嘅只係中國嘅正面光明面，我哋只係讓佢認同依家現政權所提出嘅方向嘅話，咁
咁我哋嘅學生其實我覺得我哋作為老師冇裝備到佢成為一個未來中國同埋世界嘅公民。黃之鋒，我就唔同大家講啲咩劉曉波啊呢啲咁嘅所謂嘅維權人士，我同大家講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國民教育科係要求學生喺任何情況下一定要以建立對國家嘅自豪感為標準。我想問在場觀眾，係咪見到毒奶粉事件，你都要對國家要有自豪感啊？好，現場仲有位朋友請。我姓陳嘅。首先咧有一樣嘢，我想同阿文伯握個手得唔得咧？握個手好冇啊？好。嗱，大家冷靜好冇？冷靜先，講。嗱，冷靜先好，大家坐翻低先。嗱，其實咧去到今時今日，大家今日其中一個好講緊嘅議題就係話，係咪令到個社會好似撕裂啊？嗱。其實好簡單嘅咋，我哋要令到底呢樣嘢仲推唔推落去呢個國民教育科？無論你哋係贊成繼續去支持撐落去嘅係咪？你哋係咪支持㗎？係啊嘛，好。反對嘅係咪？係。我依家咧有一個好緊急嘅呼籲，超級區議會嗰5席嘅參選人，唔該，公投係咁多，唔該公投。OK， 好，唔該晒。好，咁啊，我哋又休息一陣間先嚇，下一個回合咧繼續討論。伯伯，你熄咗個咪佢。好，我哋繼續討論。後邊有位朋友着白衫嘅，請你起身發言。係，我咧就覺得咧，就我哋香港市民咧應該有得選擇，就唔應該咧好似呢位阿黃生咁樣講咧，就話咧就要一刀切。我哋咧就係要，譬如你要食豬扒，咁你話唔中意，你唔中意食豬扒，你唔能夠話叫市場唔準賣。咁我哋咧就一定要有人要有咁嘅需求。我嘅仔女咧，要有即係國民教育。咁但係咧，譬如咧我自己本人啊，讀咗天主教學校咧，讀咗11年啊。但係我自己五兄弟姊妹咧都冇信教，但係咧我身邊嘅同學咧超過有一半都冇信教。點樣叫做洗腦咧？你成日都話洗腦，成日都話洗腦。咁譬如好似阿陶傑咁樣，佢爸爸係一個左派機構嘅高層嘅負責人，佢自己喺培僑學校讀書，咁都洗佢唔到腦啦。阿劉銳紹啊洗唔到腦，大陸嗰啲人維權嗰啲人都洗佢唔到腦。即係我希望咧，你唔好夾硬講話咧要洗腦教學。我哋咧香港人，我哋嘅仔女咧，我哋都要有國民教育。好嗱，前邊第一排第二位係請你起身。喂，我呢度講咧，即係講先要同情政府，先一邊行一邊改，因為咧要先有堅持後小人。政府做唔啱嘅，你可以指責佢，去修改，但你冇理由一開始就反對。你點做得到啊？係咪啊？我就講咁多啦。好，就唔好一開始就反對。後邊有位女士，第二排第一位係請起身。各位前輩，你哋好，你哋都係大是大非咧，都係關心我哋啲指責嘅。咁我有2條問題想問我嘅同袍。我曾經係全職，而家唔敢全職嘅教師。第一，我覺得老師冇資源去決定，因為成件事咧，我贊成先生所講，我希望有選擇，我唔相信多數服從少數嘅民主。如果有人民嘅質素，就應該人民自主。我想有乜嘢嘢，我想唔要乜嘢嘢，都係有自己嘅選擇。所以我希望委員會係暫緩，同我哋各方面傾過晒點樣去做教育。第二呢，喺教育嘅基本法裏邊講明呢，我哋香港呢係有幾方面可以決定嘅。教育制度、教育管理、教育分配、考試制度，而家最攞命嘅，我唔知道獨立成科將來會唔會影響我自己嘅子侄嘅出路，或者係成就，或者入大學嘅機會。好啦，呢個問題比較核心嘅，因為咧就唔好意思，仲有一問，我想問黃同學，特首有冇問候過你？呢個係誠信問題，你要公開佢冇問過我哋學民思潮學生嘅絕食情況。係咁多，好，佢係冇答過，佢冇問過我哋嘅。我諗剛才呢位朋友咧就問到咧，就係我哋學校老師究竟有冇一個真係嘅主
動權係決定要乜嘢唔要乜嘢咧？另外就係會唔